kind of picture is that? We hate taking pictures. 有全英国上坡拍片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人。Who's that guy? 賭神。黑色背影潛藏低調，盂蘭爆別龍換成自殺死，有人地下與把吉他個架都在好快搞電炮，唔敢夠明細節，別拍影結復仇這目光，好像不讓高聲口着沒嘴角，說個狗是最佳神遊白hand白後小帶無能。今日高進嘅對手係山口組嘅上山宏次，佢係全日本最著名嘅第2號賭術高手。要是婦內助陣，多錢要抽，苦力偷計要盡落計盡，星座到魔塵咁新一神，公開殺人，菠蘿吞罪證。又咪執硬，有機會咁啦。我老豆教落，做人要謙厚啲，明執硬都要話有機會咁啦，係嘛？透過眼影界線，透過生出三遍你拍錯此生定共你定，亦即身上照破前方，恩怨情仇同化對決，甚至面後應住過錯。哇！你好渣喎，我同你單晒眼噶啦。哇！你資質咁鈍，點樣跟我拉斯維加斯揾食啊？我點解要同你去拉？你話拉咩？拉斯維加斯，拉斯維加斯，益你啦，3得分鐘。